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今日我哋繼續講 Chatter 呢本書。前幾集我哋講到，都係點樣喺自己嘅大腦入邊改變思維方式。但係有時候我哋腦入邊嘅小對話實在太大聲、太騷擾啦，大到我哋根本唔可以靜心嚟思考。呢個時候應該點算呢？書本話俾我哋聽。如果大腦內部失控，咁就唯有去控制你嘅外部環境。當我哋感到焦慮嘅時候，本質上係因為我哋覺得失去咗對生活嘅掌控感，所以想攞翻我哋嘅掌控感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從身邊最微小嘅事情開始。我哋嚟睇一個故事啊，相信大家都認識西班牙嘅網球名將拿度。如果你睇過拿度打波，你會發現佢喺球場上邊有一種近乎係強迫症嘅儀式。呢個儀式係乜嘢呢？就係開波之前，佢一定咧要掹一掹自己條褲，摸一摸自己嘅膊頭，又摸一摸右邊，然後又摸下鼻，摸下耳仔。甚至休息嘅時候，佢連飲水嗰個樽點樣擺都有特定嘅角度，連嗰個商標 logo 朝向邊嘅方向都有嚴格規定。好多人以為咁係迷信。但係拿度喺佢嘅自傳入邊解釋，我將水放喺嗰個位置，唔係迷信，而係為咗令佢自己感覺到我係喺一個我可以控制到嘅環境入邊。喺充滿住變數、壓力極大嘅網球大滿貫決賽中，呢啲咁微小嘅重複嘅儀式，為拿度提供咗一種強大嘅心理暗示。呢個暗示就係，雖然我唔可以控制對手個波打向邊度，但係我可以控制我支水點樣擺。呢一種外部嘅秩序感，有效咁平息咗佢腦入邊嘅小對話，等佢專注於比賽。除咗創造秩序，仲有另一個更加強大嘅外部工具，就係接觸大自然啦。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，佢俾兩組大學生喺學期考之前呢就去散步，一組就喺繁華嘅城市街道上邊行。另一組就係去安靜嘅植物公園入邊行，結果發現喺植物公園散步嘅學生返嚟之後呢，唔單止焦慮感大幅降低，而且專注力測試中表現亦都遠遠比另一組好。點解呢？因為大自然擁有一種軟性嘅魅力。城市嘅街道充滿住紅綠燈、廣告牌、汽車嘅喇叭聲，呢啲都係消耗緊我哋大腦嘅資源。呢種資源叫做注意力。相反，大自然入邊嘅樹木、白雲、流水、花朵呢啲呢，都能夠輕柔咁樣吸引我哋嘅目光，唔需要我哋刻意去集中精神。咁就好似俾大腦放咗一個短暫嘅假，等俾小對話消耗咗嘅注意力，重新獲得充電嘅機會。William 呢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執屋嘅。咁我幾時會執屋呢？就係當我心情好煩躁，返工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呢，我就突然呢就會有一種好強烈嘅衝動，想要執屋噶啦。因為呢，當我見到啲衫油好混亂，俾我摺得好整齊咁放返入衣櫃入邊，自己好凌亂嘅書台呢都執到乾乾淨淨，我心入邊嘅煩躁感覺呢都會消失咗一大半。呢度呢，就有啲似拿度啦。既然好多嘢自己都控制唔到，不如停一停啦。而我控制到嘅就係執一執我間屋咯。我執一執我張台啦。咁咧，通常咧 William 執完屋之後咧，當然一個問題唔會立即解決嘅，工作上邊嘅問題都會繼續存在。但係執一執，俾自己揭一揭，翻嚟個心情就會好少少。我覺得對於做嘢都係有幫助。所以啦，我哋咧好多時候都冇辦法控制好多嘢嘅。我哋冇辦法控制老闆嘅心情啦，老闆心情嗰日唔好就會鬧人啦。我哋冇辦法控制股市嘅升跌啦。我哋都無法控制聽日會唔會落雨。但係當你覺得成個世界都失控，你腦入邊嘅聲音呢嘈到你無法呼吸嘅時候，你可以記住，你永遠係可以控制你台面上面嘅筆係點擺。你永遠可以去選擇去公園睇一棵樹。有時候拯救你崩潰嘅情緒唔係啲咩大道理，可能好似 William 咁係去執屋，又或者你會坐低細心去聽下窗外邊雀仔唱歌嘅聲音。呢
呢啲可能有時候都可以幫到你嘅喎。下一集我哋即將嚟到大結局，探討一個呢最容易踩中嘅陷阱。點解我哋揾人哋訴苦，反而越訴越苦呢？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